雄小港3元能源科技的电池工厂，今日透早凶凶爆炸，15个人受伤。市政府发控有警报。罗西亚也一直攻击乌克兰，美国总统川普变面要提供爱国者飞弹给乌克兰使用，明仔载阁要发重大声明。85岁老先生柯维尼30多年前爬山失去19支指头啊，不过伊是无放弃，到当也咧教囡仔抗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台年的子公司3元能源科技，伫咧这高雄的小港是有全台湾头一座超级电池的工厂。不过伫咧今日透早，却是凶凶爆炸，有12个员工甲3个警消人员受伤。因为拢是锂电池是真恶拍花，市政府烦恼讲是会出现有毒的气体，就提醒这附近的里面窗仔门都要关防吧。一大电警消人员来到会场，拄穿好装备要救水线，现场线熊熊传出爆炸，瞬间乌烟火青升过来，大家赶紧向外靠藏。小港区这间电池工厂就是透早5点外传出爆炸大火，消防局随出动46车91人前往拍火，员工伫第一时间拢顺利走出来，无人受困。过程中拢总有12个员工甲3名警消人员送病机，加在拢是轻伤。员工讲因拢是大夜班的，唔知影火是安怎烧起来的，不过有听到爆炸声音，就有一些擦挫伤。这个前面有做一些，前面有一些小爆炸吧。电池其实说这个安全性上面的话是蛮危险的，所以说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彻底的调查，然后杜绝以后发生相关的事情。因为火烧的是锂电池的新品区，消防局派出机器人伫火场转水降温，环保局也派人伫周边侦测空气品质，虽望厂外检测拢无超标，不过早起厂内部分也是有测到氢氟酸，佮加上火烧的乌烟已经影响到小港7个里的空气品质。市府也发消息通知民众，爱关门窗，暂时唔通出去外口，因为惊锂电池会佮烧起来。目前消防局也持续伫现场转水监控当中。县长跟州界都没有检测出相关有毒性化学物质。那你用检资管在现场去检测，也是没有检测相关的氢氟酸或其他相关的物质。虽然火打熄了之后，它因为这个元素的关系，还会在不断的在复燃，所以这是它最困难的地方。但是基本上都是用水，出水线把它降温，然后让它的热能挥发完之后，那就可以火势就可以熄灭掉。受伤的15个人中，有13人已经出院。市长陈其迈强调，伫咧找出导火原因进前，会要求业者相关的锂电池制停全部停工，后续也用上严格标准来追究相关责任。对此，3元能源科技回应，会配合市府相关单位调查，针对意外造成地方的不安，因也感觉真失礼。记者郭家如赵阳高永昌报道。但若是风台，这嘉义台南的灾情是真严重，已经1礼拜外，依然是有一寡所在停电。内政部今日是调派1350个替代役去分嘉南，甲这居民斗整理，而且嘛有屏东的二小是自发去台南白河，甲民众斗xử理厝顶。也若是停电的情形，到今下晡5点为止，也阁有4000多户无电通用。替代役男穿雨衫，南河替农民扣雨大风吹落的文旦，刷落来协助清运。风灾了后，第9日已经互电力区域民众开始整理家园，因为拄着汉光演习，国军能力有限，内政部紧急调派1350位替代役男到分嘉南地区协助。第一时间真正拢唔知要安怎去处理这个足感谢咱国军的这个弟兄啊！志工用空气机勘查爱修线的厝，但若是省长嘉南地区真侪民家厝的厝顶破损，甚至规个风吹走，在地面台紧急对外救援。屏东技校甲技校特殊人员放下手边的工作杂事，自发前往白河协助弱势灾民做初步修缮。其中也包括伫800风灾救援村民脱困的家木英雄大兵团。磅礴蛇啊，有一寡工具因为这。每一户每一个地点的工具使用工具通通不一样我就无过去这个区公所内。警方吹动超过3000支的电火条嘉南地区捌停电户数达到67万多户，真侪台电也是协力抢伤人员。虽然出来也受灾，有员伫第一时间去灾区抢修，每日透早出门，半暝仔才转去。囡仔思念1礼拜无看到爸爸，太太带囡仔就到抢修的现场探班。早上起来都说妈妈爸爸嘞爸爸有回来吗？然后我就问我老公在哪里。就看一下定位之后，发现没有很远，因为我不会开车，我就骑摩托车就骑去找他。很感动，然后觉得很好笑，好气又好笑。只是想说，就真的，因为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啦。
维修人员坐高空作业车升空维修电缆，看到灾区发电的成就感，互维修人员袂记哩辛苦，继续伫大日头下也是大雨中工作。家己最上5点几体谅台电人员的辛苦，大公告提供免费饮料。上个礼拜五，我遇到很多台电来买饮料聊天之后，我才有这个想法，然后持续到7月15号啊。如果还有需要的话，我也是会持续。一直到10时下昼为止，嘉南地区油源有4000多户还未发电。那台电人员继续整治灾区抢修受灾户，陆续开始整理工程。各县市也继续有民众自发性投入救灾，都是希望在多方协力之下，会当让这条救灾恢复的路袂遐尔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汉光演习第6天，这宪兵指挥部今日是演练调度兵力和物资。美方军援台湾的惊吓刺针飞弹嘛出现伫咧演练当中。另外，总统赖清德人是去到高雄，坐快速步雷霆视察。半暝时阵，宪兵部队出现伫台北市区街路，真紧入去集运站内。汉光41号演习，汉兵指挥部担负首都政经中枢的防卫任務，联手8支维安特勤队，10透早演练兵力物資轉用，官兵官大型物資進入車廂，利用集運路網，前進到市區每一個位置。這擺操演另外一個重點，憲兵工地更加頭的武器是美國軍援台灣的，會當早日行的刺針飛彈，對外獻光，會當隨時執行基站防空任務。另外，國軍防範強軍為淡水河口進犯，間頭指揮部執行反突擊作戰，演練河道爆破，出動戰車打擊。結合漢光演習，陸軍206旅展開專路高調。後備部隊用火力支援前線作戰的雙臂部隊。漢光41號演習已經來到了濱海暨灘岸戰鬥階段呢，而陸軍的206旅炮兵營模擬共軍這個登陸了北部地區之後呢，出動了1動5榴炮支援前線作戰。我這次也是第一次經歷14天，加上演習期間的教召，所以這一次的訓練規模會比以往的來的有些複雜。臨兵中彈之後，要知道說自己怎麼去做包紮，以及臨兵怎麼去做掩護，然後這樣保存戰時最高的兵力。海軍是佇左營外海演練播放防禦性暴雷，作為海上的路障，演佇強軍環台。總統賴清德親自登上快速暴雷艇，試圖水力增載。水雷它不只是武器，還是一種心理戰的工具。布雷作戰如果能讓敵對的勢力明確知道它的存在，就能達到嚇阻的效果，進而讓對手改變行動。這比實際引爆還更具有價值哦。另外，空軍台南基地模擬造湖敵人襲擊，炮道受損，搶修小組展開屯補作業，在上帝時間完成修復，支援戰機升空，維持空防作戰節奏。公視新聞採訪報道。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國是要求日本甲澳洲都要表態，但是在台海發生戰爭的時陣，因的立場是啥款？這澳洲的總理艾班尼斯是敢若回應講，無希望台海改變現狀。學者就分析講，這美國會要求盟友表態，就是因為因需要誘判當前穩定印太局勢。因為即陣已經有烏克蘭甲中東去並列戰，美方就要避免講有第三大起衝突。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方最近要求日本、澳洲表態，會在台海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也加愛增加國防開銷，用來應對中國對台灣愈來愈增加的威脅。拄啊好佇中國進行訪問的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回應，無希望台海現狀有任何改變。We support the status quo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We don't support any unilateral action there. We have a clear position. 互中國制裁，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在伊佇東南亞國家協會外長會議場邊，甲中國外長王毅會晤。不過外界關心王毅敢有警告美方，袂使互總統賴清德以過境簽證經過美國。魯比歐回應，這毋是警告性質的會議，也強調無講到台灣當日舉行的漢光演習。I think the Chinese position on Taiwan has been expressed. I don't think it's a mystery to anyone in terms of where they stand on it. And our position has also been expressed pretty openly.
学者分析，陆俄战争加中东局势拢还未稳定，若是台海搁出现冲突，恐惊会出现美方无想要看到的三线作战。美国需要友盟友共同稳定印太局势。美国在地中海还必须在红海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戒备。那对伊朗，美国也是在波斯湾也不能完全没有防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能够全心在亚太地区来对付中国？所以你必须要找你的盟友。学者嘛讲到，美国陆续公布扣各国的关税，不过准讲是美国的盟友，像讲日本、欧盟等，嘛无占较赢面。虽然台美关系持续加深，不过嘛还搁伫咧磋商关税，到尾税率会如何？照川普的个性，也是真歹事先预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是自就任就讲会甲乌克兰、罗西亚超停战，不过到当伊原是也未完成，而且这罗西亚迄边也一直咧攻击 ，Trump 就强要变面啊。13是证实美国会提供爱国者飞弹予乌克兰用，不过这条件是这寡武器毋是予乌克兰用免钱的，看是乌克兰也是北约也是欧盟要纳钱。而且 Trump 阁表示，14伊是要发重大声明，大家就咧要讲是真有可能是要加重制裁罗西亚，甚至是有可能毋若提供乌克兰防守的武器，嘛有可能会提供因带攻击性的武器。无人机对地面目标发动攻击，甲规档处崩起。顶礼拜各当陆军出动无人机炸弹，向准乌克兰各地，包括对首都基辅、西部城市甲东部顿巴斯地区进行密集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协调陆俄停战无成功，对普廷已经无耐心。13日伫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证实，美国要送爱国者飞弹援助乌克兰，费用由北约甲欧盟支付。We will send them Patriots, which they desperately need, because Putin really surprised a lot of people. He talks nice and then he bombs everybody in the evening. So there's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there, and I don't like it. 爱国者飞弹是现在是全球上先进的防御系统之一，会当用来对抗21世纪各种先进战机甲飞弹威胁。川普是讲，伊也未决定援助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数量，不过除了爱国者，美国还阁会提供乌克兰其他精密的武器。Well, I'm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Secretary General who's coming in tomorrow, but we basically are going to send them various pieces of very sophisticated military, and they're going to pay us 100% for them. 罗西亚方面也无伫用，派外长拉夫洛夫四界走访，伊13日访问北韩，得到金正恩承诺无条件支持对乌克兰的行动。尾啊，伊阁赶往北京甲王毅会面。伫这同时，美国参议两党已经准备好透过加强制裁，对罗西亚施加重大打击。You can tell yesterday that the president's willing to change course, and this bill will give him significant leverage over China and India, who prop up Putin's war machine. 格兰姆礼拜伫 CBS 专访时阵表示，因两地准备的国会法案会予川普权力对中国、印度、巴西才会帮助罗西亚的国家扣5%关税。佮表示，罗西亚侵略乌克兰转败时机已经到啊，这项法案也已经得到大部分参议员的支持。公司新闻安祖梅编译。我看以色列甲加沙迄边，以军总是有一粒飞弹去碰到供水站，造成8个平民死亡。这事后，以军嘛相信讲是因的失误。也若是美国总统 Trump 除了是咧朝乌克兰迄边，嘛咧保佑加沙这边，望讲是后礼拜会当超好停战的代志。查甫人抱囡仔赶紧走向病院去，也有不少人是负受伤的囡仔行向病院。以色列13搁再对加沙发动袭击，看到人讲有一只无人机对努瑟拉塔纳民营的供水站发射飞弹，造成当时30多名正伫排队提水难民，有8人死亡，其中有6个人是囡仔。في تمام الساعة 9 صباحا تفاجأنا بقدوم العديد من الحالات إثر استهداف صاروخي لتجمع حول نقطة مياه. كانت الإصابات غالبيتها من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تعاملنا مع 17 حالة منهم 7 أطفال. 以色列军方事后承认，原本飞弹攻击的目标是一个武装分子，确实发生技术性的问题，造成飞弹攻击的地点离目标仅10公尺，遗憾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已经启动调查这飞弹失误的原因。另外，加沙中部也有主题大楼遭到以军的攻击，造成至少19人死亡。
以下将对也和各国民间发起支持巴勒斯坦活动。不过，英国却是甲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巴勒斯坦行动列做恐怖组织。引发支持者伫当地12日集合伫伦敦市中心示威来抗议，至少有42人因此互抓起来。也来以色列民众13日集合伫耶路撒冷的总理官舍进前，呼吁政府赶紧达成释放人质的协议，希望是一摆释放全部人质，毋是分配来释放，并且结束这战争。אנחנו לא מוכנים שתסתפקו בחלק. אנחנו מבקשים הפעם את כולם. 这阵以下双方伫美国总统川普的协调之下，针对美国提出的60天停火协议，包含分阶段释放人质，也佮以军退出加沙部分地区这条件，正伫进行协商。川普希望能伫下礼拜顺利解决停战的问题。对以下冲突开始，加沙已经有超过58000人死亡，超过一半死者是妇女甲囡仔。也来过去24小时内底，死亡的人数又佮增加139人。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咧做事时阵，是去互一个20岁唱手甲暗杀。这阵1年过啊，调查报告嘛出来啊，讲是这特勤局连续失误，应该去互当处分。去年7月13日，迄当时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伫宾州选举造势时，遭到一名枪手开枪刺杀，枪支划过伊的耳孔。除了川普之外，现场还有一位民众遭枪击，另外2个人受伤。20岁枪手也当场遭到特勤局狙击手弹死。即马1年过去，美国参议院公布调查结果，报告中指出，特勤局出现一连串的失误，才会发生这件暗杀未遂的事件。佮批评特勤局的行动甲反应袂当关重，佮较要求爱对特勤局采取更较严厉的违纪处分。At President Biden's direction, an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incident will be conducted, one that will examine the Secret Services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shooting. I'm very upset. I can't say for sure who's behind this, but I'll tell you what. It's only going to cause more division in this country because of the people that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另外，报告中也指出，这并不是单一的错误，而是官僚體系的冷淡，欠明確的應變機制。因為國際安全豐富的幫忙，才會讓這件原本會當避免的事件發生。更較讓人感覺想無的是，特勤局竟然無對這樣明確的威脅採取行動。報告中也提到，規個事件應該有6名官員受到處分，不過其中2個人所受到的處罰，竟然比國土安全甲政府司法委員會所建議的也較輕，而且無人互開除。現任特勤局長關蘭是伫聲明中表示，伊已經接到這份調查報告，並且會繼續配合調查，推動實質性的解決措施。公視新聞新羅貝編譯。7月12日起，咱台灣的火箭是照日本北海道的太空港發射，不過升空才達4公里，就因為實力放喙去，火箭落倒落來。這回是無達到預期100公里高空的目標，不過麥當用這個經驗幫助未來發展。提起相機手機啊，大家專心倒打算，準備迎接火箭發射的瞬間。歡呼聲中，火箭真緊往頂面衝。7月12日早起，佇北海道大樹頂的民間太空港，台灣火箭正式發射，升空了後大約10秒，第一段的火箭分離，第二段是繼續前進，最後佇離地大約4公里的高度停止飛行落落來。雖然無達到目標100公里的高度，也過算是頭一擺重大的抗戰。來到大樹頂的火箭發射場，可以看到在我後方的貨櫃上面寫着 JT Space， 這就是台灣的晉升太空在日本成立的分公司。那麼這也是首度有外國企業來到這裡發射火箭。發射是無暝無日的工作，因為台灣無商用太空港，這個少年人將夢想帶到北海道，透過發射測試，目標佇未來打造出會當將人工衛星送上軌道火箭。這擺發射的 VP-01屬於兩段式火箭，全22公尺，直徑60公分，重量大約1.4噸，原定採用會當控制成本、危險性低的混合式燃料。台灣正式表示，為點火推動脫節高點火攏真順利。推測是因為第二節的釋放出力，才造成無法度達到預期的高度。另外，台灣火箭要看海發射，也要面臨真濟關卡。日本と台灣は当然法律がいろいろ違うので、その法律を理解してもらって、日本の法律に従って打ち上げの準備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で、結構台湾の企業さんにも
お手数を手間かけてしまったな。经过我3年日本专家严格审查，高拄着风台搅局，造成发射作业2摆延迟。中期尾虽然未当达成目标，也毋过搁较进一步确认火箭成能。一摆累积的经验会变做未来成功的养分。公司公职记者采访报道。带大家来看坚强登山家的故事。今仔日的主角之一是一个85岁老先生科维尼，伊是真介意爬山，不过伫咧56岁一届爬山的过程当中，因为伤过寒，失去9支手指头啊，甲所有的脚趾头啊。不过伊是无放弃，找着家己爬山抗病的办法。到即阵已经85岁啊，也咧教囡仔抗病。除了科维尼，今年92岁日本老先生山浦雄一郎，伊伫咧80岁时阵就爬上圣母峰，是破世界纪录。而且伫咧2年前90岁时，佮用轮椅协助爬上富士山。也若话转来到咱台湾，有一个陈辉东老先生，伊伫咧2019年88岁时阵是对抗癌症的痛痛，第14届爬上玉山。85岁的科芬尼带较无伊一般岁数的助理，伫即片山壁安好锁啊遮安全设施，所来为参加课程的囡仔绑好安全带，随开始爬山壁的教学甲实地操作。意大利出世的科芬尼本来就是爱爬山的人，18岁就开始一直向地表悬度的挑战。26岁移民澳洲，转换去爬山壁的活动，继续挑战各国的悬山。1996年，56岁的科芬尼组团特工会当讲无法度爬的阿玛达布拉姆峰，虽然成功爬起来，却因为严重冻伤，失去9支指头啊，甲全部的脚趾头啊。I was in hospital here in Nanning for nearly 4 months, in Canberra Hospital doing a number of operations. So when I came out, I had to rethink about my life. I think the idea to go back climbing helped me. Give me a goal. And when I was at the 10th floor of the Canberra Hospital, I was looking at the Isaac Ridge, and I was thinking to myself, I wonder whether I'll be able to walk there one day. 出年了后的科芬尼开1年半福建，到尾也行出人生另外一条路。参加7月13北极马拉松的选手，虽然未面临性命危险，不过规个过程嘛是真侪挑战。看得出来，北极马拉松全程嘛是42.195公里，同款原来有敢若走21公里外的半马，不过比赛场地长度敢若4.22公里。也就是讲，参赛选手爱伫北极海这片浮冰顶悬走10人的全马，还是5人的半马。比赛前的训练，都敢若会当伫所在的法国普冰船甲板顶实验课啊。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with training has been the boat moving. So even though you're doing laps around the boat, it's constantly moving. So not running into anything, but it's good to get acclimated to the temperature. For the race. 北极马拉松的挑战除了温度，还有不时出现的北极熊，上互主办单位烦恼的也是气候变化，愈来愈薄的冰层，所以普冰船的科学家爱随时监控比赛地点的普冰状况，以免选手发生意外。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接落来，咱换来看英国一队登山团队，因对英国伦敦出发，无5天就爬上圣标峰破纪录。带队的是表示，因是使用仙气疗法。也就是出发进前，就伫咧无语高山环境的平野内底困6礼拜，讲安尼是会当互身体提早适应，避免高山症。14位英国前特种部队的士兵，只敢用无到5天，就对伦敦出发，成功爬起圣母峰创纪录。因会当伫咧到大本营了，遂开始攻顶，先为出发进前伫咧特别的布棚内面困6礼拜。这种方法一般叫做仙气疗法。The only reason why we are working with Xenon and why we are using this is to make the climb safer, to protect the climbers from high altitude sickness. We can see people dying on Everest every year, and this is maybe one step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and to make climbing high altitude mountains safer. 自仙气会当促进人类产生红血球生成素，积极形成大量细胞红血球，进一步提升伫咧高山的表现。世界反禁药组织伫2014年就以可能非法提升表现为理由，禁止运动员用仙气。尼泊尔并无规定挑战圣母峰的人就要伫偌久的时间内面完成，因过因发的登山许可证期限是90天，一个人收$10,000，代表328000次。用仙气疗法会让大幅度减少适应环境的时间，会让减少野区的本数。
If people spend 1 week there compared to 8 weeks, it is a 75% reduction of human waste. It is a huge reduction of garbage on the mountain, of garbage in base camp, and also of resources that have to be carried in base camp, that have to be carried up the mountain. 严国国际专家联盟伫今年1月发声明警告，讲根据现有的资料，并无证据会当证明速升器会当提升伫高山的表现，而且若不当使用，可能会有危险。因为要适应高山症是一种正复杂的过程，对人的生理角度来看，敢若一种药物是无法度真济改善伫咧高山适应，或者是增加表现的关键。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